爱音乐好厉害，我係池澤偉，你係我天拜做客他鄉嘅理想。好聽咯，馬卡西，天拜有機會來到日本嘅廣島。蛤蟆奶还有嚼劲哦，好新而鲜。是你看到嗎？用我按茶法。我们在日本哦，你要看到这么大、这么高级的这个女儿节的装饰，你运气太好。了解 ，NED 3年4出發，聽你向前生命歷練老作者，拜訪溫暖又熱情嘅客家好朋友阿優米。你對廣島印象係乜嘅咧？係日產本人當艱苦嘅研報歷史，亦係日本三景之一嘅聖地宮島。呢下底有台灣四股固態嘅土地島，喺內湖內海保護下，運用到日本重要嘅工業命脈，比如講馬自達、三菱重工業列島，其豐富嘅山海物產到天然港灣，本廣島當作係日本嘅屬土。今日，你要對廣島嘅3年4出發，來看下廣島各地無窮樣嘅風情咯。嘿，阿優米，你終於來了！拍你等叫你好。你好。係咪講客家話冇啊？差不多忘記了呢。你好，還有太假後，我還記得。那從小住在那裡，但是已經來日本10年了。我看到你，我就覺得你根本就是日本人啦，不講話。不講話的話，講話就破功。唔過阿優米啊，我來一隊多啲嘅城市吼，然後之後東涌。我東某熟悉，我東涌的台南，就覺得好像很不是那麼都市。別天氣好像也沒有想象中那麼冷。對啊，乾冷，沒有像台灣那樣濕濕的，因為台灣冬天總是下雨。那我們這邊的話，是我們中國地方中間有一個山脈切割，有點像台灣的中央山脈。那山陰地區呢，就是可能到3月還會下大雪。但是我們這裡是山陽，有那個瀨戶內海做調節。可是這裡不是廣島嗎？對啊，為什麼叫中國？為什麼？我們這個整個地方都叫中國地區。中國地區。日本有那個近畿地區、中國地區、九州地區這樣分的。對，那我們這邊都叫中國地區，然後中間的山脈叫中國山脈。那我們這裡有海洋調節，所以你說要下雪，1年大概下個3、4次吧。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現在的建築，這是後面是車站嘛，對不對？對啊，這車站很新，對不對？對，很新啊。但是其實這以前是一個古城。古城？看不出來嗎？古城的一點樣子都看不出來。怎麼可能？它的那個城就在那個裡面，要不要去看看？因為中國地區由來廣發東島。有人講，除了京都之外，廖尾係中國唐朝文化發展風氣前方嘅所在。也有人講，這個當時數度嘅燕群，全日本分作燕國、中國、圈國列島劃分來嘅。不過二戰過後，為了讓人明唔清楚，中國地區就改很多3年3樣地區。特別因為3年上來3年4，經過了4邦10年，叫做羅桑市，有乜嘅無窮嘅所在咯？阿優米啊，帶我來這火車站公園，那是到處都有，哪來的古城？城的樣子，對不對？沒看到古城，沒有看到古城。我們現在就站在城的裡面，但是你沒有感覺。城的上面就是鐵軌。對，這麼酷，全日本也沒有。它本來不是公園，就是它是天守閣。馬高很多天守。天守閣就是那個城啊，最上面。那個看敵人的地方哦，最高制高點，然後我進可攻，退可守。對，現在你就在制高點哦。那當時山城是比較多，是，但是它蠻特別的地方就是說，它蓋在海邊，然後到漲潮的時候呢，這個城呢就會被好像海水就是淹沒的感覺，所以大家都叫三元城叫浮城，後來又有軍港的作用。對，然後你現在也可以看到，你看，這就是什麼護城河啊，所以其實這邊哦都是海哎。像我家的那個方向的地方，那邊都是海埔新生地，就是填海造陸。對，是填海造陸的。你待了10年啦，你有知道講，哎，呢個地方同台灣那樣地方同鄉哦？我覺得像中壢的感覺。中壢。對，機能很好啊，就是什麼地方都很近，你要去市役所，就要去什麼郵局，什麼都在附近，然後車子也不會太多，然後又不會像台灣摩托車那麼多。氣候其實也沒有那麼的冷。對，所以這裡蠻適合
老人，还有小朋友居住。中生人的都低调。说实在，这里跟那个东京比起来，他们这边出生率比较高，真的，有的人都有4个小孩，生1个就很难了。你还生2个？对，我生2个。对，像我们家那边。伫台北树林来嘅阿优米，本名傅怡芳，係苗栗市客家人。頭擺伫台灣起高鐵嘅高長度，留到台灣外派勞工，牽起了相識嘅緣分。實喺京都大學、留廣島大學研究所學人文歷史嘅佢，喺日本學了12年，利用教中文，留舉辦各種台日文化分享會嘅機會行入當地。你係3年日中台友好會嘅會長哦。今半夜都可以阿優米子嘅家長參觀日，大幫難得嘅機會啊！向下分析細世界想法和法律咯。从我们一进来开始啊，我真的很感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来吃到很这些时间，我们个机会做的按仔细的看到我们自己小时候，很纤细，对，还有啊，除了讲，我觉得对小朋友的养成很重要。一开始关海，还有每一个人很有礼貌，看住啊，像人摸嘢啊，人来滴点味啊，你吃到滴点味学习的那种，你觉得对他们的养成啊，你觉得影响最大还是哪大？日本人在所有的企业上都算是蛮负责的一个民族。我觉得你从小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份。哦，譬如讲教具，你摸我看到的教具，还有东西都是自己一份，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对，我们都是那个姐姐用的就剩了，对，留下来。像我们小时候，东西都公家啊，就不会珍惜。但是日本人很珍惜，所以也相对珍惜他们自己的环境。我觉得小朋友教育真的很重要。对，就是从小你就是赋予一个责任感。对。我刚刚看到几个大翻的时间啦，都有做，譬如讲做白色的衫、白色的帽。他们有穿制服的概念，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你就要换上那个衣服，就很有清洁感。那些衣服呢，妈妈很辛苦，每个礼拜小朋友带回去就是妈妈在洗。要拿菜之前一定会手合掌说感谢上天，我们要开动了。嘿呀。这些程就是不会自己先吃，会等所有的人都做定位之后才开动，然后养成那种尊敬食物，然后那个礼貌的感觉，特别他们是注意细节的部分，他们是比较纤细的民族。没想到这一餐饭，许多的看出日本人对生活教育的养成有极重视的，无论係對環境衛生的注重，團隊合作了掉。各種培養智力，留對思維事物革命真相的過程，都喺最平常的學校生活度表現出來。我想安養型的教育精神，留想要做到目標的心，可能就係長久以來，大家對日本的國民素養有正面印象的原因之一啦。今日來應援生好冇？幾多表演嘛？今天表演的是音樂。音樂哦，我最在行，我一來看啊，可以啊。一閃一閃亮晶晶。进来要要拜拜，就是他们家的人的祖先。我们去人家家里也是这样。对啊，也不就是打个招呼，这是他们的香。台湾是这样插上去，他们是放，对，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是叫做树枝。有沒有人看到啊？哈，來看到家長老聲音的之間的關係，然後看到聲音董燕子的表演，然後希望爸爸媽媽可以給一些建議的時候，
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真实的。就像你看到爷爷生年，虽然讲1年生，然后小朋友说，哎，爸爸妈妈哪里要讲话，那种给这种感觉，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你台湾可能没按好的机会，没有机会。那我们平常也没有办法进到教室看小朋友唱歌。当然没还没想到说，哎，来谢时间，对，好像我们也缺乏那样的一份爱。对，然后就会觉得他们在每个细节做得很好之外，我觉得最重要是。亲子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是很贴。其实现在那个爸爸有很多也是来参观观摩日。那我会想到我的小孩2年级的时候，那个2年级会有个叫生活科，就是你的名字是谁帮你取的，然后你的名字的由来是怎么来的。我那时候真的是看到很感动，因为我孩子的名字叫做杰奈，日文杰就是一个东西跟一个东西的那个结合，就是日本跟台湾的结合，那取这个名字就希望他将来可以成为2国之间的桥梁，很好的桥梁。然后我听到他从自己的女儿的口中说出来这份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终于把你养到你能够自己表达自己的名字的概念，然后体会到，对，然后我就真的是放声大哭。对，今天呢是看到孩子的成长，觉得很高兴，但是我还是觉得取名字的时候，当他从他口中说出来那一份对我们的爱，还有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帮我取了这么棒的名字，我真的是觉得每一个妈妈都在哭。对，因为每个小朋友的名字都是独一无二。对。可能到日本来，你们甘肃都冇咁嘅教育方式。对，教育方式不太一样。对，你看妈妈，还有啊，还有全家来哦，对，出声音对，小朋友也来了，对，很感动很感动。所以妈妈是没有办法。搭上呢一摆家长参观日，本也有机會親身看到細爺無窮樣嘅成長樣貌，同啲家長同學校連結到按接，咩你想唔到嘅。10年樹木，8年樹葉，教育唔單止係學校愛做嘅，還開幾隻家庭同社會愛向下打拼嘅義務。下課過後，聽到阿優米學校附近拜訪朋友，感受一下儲存嘅細妹節。阿優米，你看到嗎？你用我按茶法。我們在日本哦，你要看到這麼大、這麼高級的，那所以哈你運氣太好。1、2、3、4、5、6、7層呢？看到按到層，加有講到女兒節，女兒節日本翻個蠻講，就是叫做ひなまつり。還有一句叫做桃の節句，兩種。因為以前小孩子很容易夭折嘛，那就是他每一年成長就會慶祝。代表健康的意思。對，就是祈福女兒健康，有男孩的慶祝，也有女孩的慶祝。咁問一下特程啊，有乜嘅代表嘅意義冇？2つで大事様なんよね。でこちらはおひな様。最上面的這兩個就是有點像是我們的王公王女。三人官女呢？這是官女，3人官女。他們有一首歌就是專門在介紹女兒節的這個擺設。お花をあげましょう桃の花5人林の笛太鼓今日は楽しいひな祭り。頭擺日本人認為奧尼爾做得土著身上的災難，故所頭擺製作的、奶做的，也係冰水祈福的奧尼爾。出變做細阿妹節奧尼爾的原型。唐講源頭係中國春秋時期的細阿妹節，年代係為到出台季節變化時節嘅歐洲老片群所舉行嘅除夕儀式，嗰變做祈求聖人嘅康健嘅象徵。還係為到讓5月初5慶祝細阿奶嘅兒童節分開來，3月初3出變做細妹人專屬嘅慶典。你係女兒節愛食嘅東西嗎？そうです。ひなあられです。很多顏色。來做點什麼？來董總愛食。脆脆的好吃哦。董總很鮮貝，董總客家人過年會食那個脆脆的、長的，還有乾麵。晚上我們還要準備給女兒準備花壽司，它也叫散壽司。哦，就是那個飯鋪平，跟台北嘛的意思。就是圓圓滿滿啊，還要喝蛤蜊湯。哦，蛤蜊湯為什麼要喝蛤蜊湯？因為蛤蜊不是2片嗎？2片，然後希望你找到好姻緣，就是棒棒，就是
另外一半找到好的归宿。就是合得来的意思啦。哦，原来是这样，不然我想说怎么样合得来。对。那我有疑问，来看到吼，还有关有一张牌耶，上面有下面。これは娘の名前です。西后上的。西后，他的女儿的名字。哦。那它下面的那个厨就是女儿节的娃娃的意思，自保的娃娃。他女儿出生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给他的孙女买的。哦，那表示说，接下来他女儿就要接收这个。可是，如果譬如说我家里生3張毛也怎么办？いや、次女と三女にもね、多分昔は買ってあげてたんだと思う。就是买新的给他们。那以前的爸爸妈妈哄我一下，花很多钱，对不对？你不要哈，买 condo 啊，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钱。你看哦，哎有酸哦，用 Hellboy 7000空用，你看原价几多钱？483000，打折后338000，按那算月10万 Q 哎。10万。帮我问一下，他有几个女儿？我们身边上一代下一个是一人。他有一个女儿哦，省钱呐！女儿节啊，因为娃娃不用给救啊。大体1月の終わり頃から出して、でも私は4月。通常这边的人是从1月底开始放的，过了3月3号就要赶快收。那他都是放到4月。通常呢，女儿还没结婚的时候呢，就要赶快收，因为呢。如果你不赶快收的话，就嫁不出去。但是呢，他女儿已经结婚了，所以他就放到4月，因为很漂亮。我按东喜欢问你，我很想要问你阿优米，你要不卡有几多？3层，不错呢。所以接下来3段也要交给你。对，哦，希望你越来越多。三妹姐按用型推床下來，唔但將延續嘅文化，還保留咗家族千珍貴嘅記憶。也從每年搖誒，對寶貝妹嘅希望老保歡迎咧，本地咧很強人嘅純甜度，感受到輕幸福嘅溫度。我现在要带你去的地方，就是非常照顾我的长辈的家，日式房子。小朋友，嗨，こんにちは、すみません。哎，どうしく？こんにちは。嗨，私は这位です。係咪阿婆嘅？係咪嘅？你要叫他。奥桑哦，奥桑，嗨，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哦，进来要对，要拜拜，就是他们家的人的祖先。哦，我们去人家家里也是这样。对啊，也不就是打个招呼，哎，这是他们的香。台湾是这样插上去，他们是放着，对，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是叫做树珠，然后要敲一下，木鱼，对，敲木鱼。他们很传统，对他们很传统。来，如果你按后上吼，做公牛的声音的，你有没有认识年纪比较大哈，就各种长辈啦，因为专有茶量的。附近有那个早起会，因为我以前住在这附近，然后有请我就是参加这样。跟你唱量啥讲一下，对你的印象有感觉？我勉強家的啊，他说我就是好像很会念书哦。因为他也不认识其他的外国人呢，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外国人。特别多，他对2个小孩也对啊，也非常好，真的是自己的亲人。你看他们就是吃起来，就知道有多么的熟。因为你来这边算是同多年的嘛，对，跟你同年纪的朋友好像不多哦。我觉得我可能是从小喜欢历史，对，那我对历史很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跟他们讲到一些。比如说原爆啊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会也很有话跟我说，我反而跟年纪大的人比较有话讲。其实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广岛大学毕业，那我以前也是广岛大学毕业的学妹，我是他的学妹。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也在札幌住过2年，我先生也是札幌人，我们认识已经大概应该有5年。对，很久了。我来这边的一半的人生都是在这里。他们就像我的那个爷爷奶奶一样，他们已经89岁了。这就是人的缘分，知道吗？就像俺来那边，虽然年纪差很多，但不知道什么就是话很谈。真的，我来很想要提讲，你印象底北度广岛就是核爆嘛？对，广岛就是核爆。就是冒昧的问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啊，给粮食。記得一定要經過這件事情吼。對。中学3年生。3歳。三菱でね勤務してちょうどここ出たね高いところに
お寺があるでしょ。ちょっとそこを通った時にバーンってこっちの。他那时候大概15岁左右，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在学校，他们其实基本上都是要工作。然后他那时候刚好在运送东西的时候，他就发现，在广岛那个方向看到一个很大很大很光亮的东西。啊！すごい！太岁长出，好黏，一袋一袋。啊！好戏好戏，周代人生啊，还没小孩吃饭。看，怎么样？他就发现，在广岛那个方向看到一个很大很大很光亮的东西。哦，其实那个就是爆炸。对，从这么远的地方70几公里，还看得到那个亮光，就知道那个威力有多大。这种事啊，给微爆炸，你也会有影响到。三元倒是没有什么影响。炸弹丢下来之后，从广岛就是用那个载货的那个不是没有屋顶吗？载了好多的伤患都载到这边，烧伤的那些人呢，因为这边才有食物啊。哦，其实战争的时候怎么讲，市区反而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跟人们同学们讲，给大家一推哈，这一代，对，对这件事情就是核弹广岛爆炸，他们的態度是什么？新制度になってね。それで6334になったから。僕もやはり日本を因为那个时候是麦克阿瑟，就是把所有主张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的东西全部都涂掉，跟着老师一起用那个墨有没有？一起这边都涂掉，全部涂历史跟地理全部涂掉。对，那但是那个先生的部分一起跟老师一起涂掉，所以他有念到。但是太太的时候，他们差7岁，因为他那时候10岁开始，刚好要念历史地理的时候，他所有都没有念过，一直到长大之后，他才去买那些书看，才知道这些历史。很多地方就是因为麦克阿瑟的政争，因为日本战败，所以不能再军国主义不能再强化，所以所有关于什么大日本帝国、日本主义那些东西全部都要抹杀。对，给你来正经懂很否？因为你没有战争，对，没有战争。我们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时代。你看小朋友，我们都没有战争，就是天使，还有10年的问题摸一下你用啥？颜色结局就结婚多了哈。26の時だから60年になります。62年。62年。62年。我还要再看他们牵手啦，快点！刚刚。台湾一个人到日本来，然后我本来在京都念书，然后因为跟我先生结婚了之后才到三原来。那我先生跟我们2个人都不是三原的人，但是我们2个觉得三原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一个人，然后那时候怀孕，也没有任何认识的人，但是因为一些关系，然后认识了这些长辈，让我感觉到我不是一个人，然后不会寂寞。然后每当有什么关于养育小孩的问题，都可以先问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我最好的榜样。虽然福康人冇啲順頭，不過身體開朗，好讓人分享阿優米，切個帶定聲音嘅行業流利。4大年嘅通識，每個可以對日本人動用禮貌，稍有距離感嘅刻板印象。尊重當地嘅文化，誠意對待人嘅阿優米，用佢嘅方式，牽起嚟了解對土地嘅關係。感謝阿蘇努馬上伊福康人嘅招待。接下來，你要來去廣島視頻。家電來去野鐵路聯繫古今，實地研報過後3日，就恢復通行嘅路面檢查，安撫大家。本人看作係廣島研報復興嘅象徵，未帶定你行業廣島人千艱苦又當難填不用睇嘅記憶。來真緊吼，來到現場看到，印象中對廣島最深嘅印象咧。圓頂屋，我來到現場真正感覺到那種肅然起敬，還有那種肅穆的感覺。對啊，當時的炸彈就是炸在這裡。對，
那个原子弹啊，就在这个圆顶屋的上方600公尺左右爆炸，这个就在这个的中心部。那这种是按道的建筑物哈，你有没有只留下这个圆顶屋？因为大部分以前都是木造嘛，那刚好这一栋呢钢筋水泥建筑，所以就只剩下这一栋留着。那第这种时候全部都会营业上班嘛，所以死伤才会有这么多的人。对对对，刚好是8点15分早上，就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本来广岛不是被丢原子弹的目标哦。对，没有，你不知道吗？其实本来它是要丢在新泻县，就是山本五十六的故乡长冈。美国人恨死山本五十六，因为他去偷袭珍珠港。哦。只是后来为什么会丢到这里，是因为长冈刚好运气好，天气不好了，啊，不知道丢哪里，下面都看不到。然后他就这样飞，看到这边刚好又有一个原安桥，刚好又是十字形的。哦。对。董红英很好认，所以他就从上面直接丢下去。我主要想到阿珍早夫妇有讲当电影奖哈，比如当到学生的 DDRV 就死掉了。对，死掉之后呢，之后的惨况很可怕，比如说他们要去找代替的食品。没错，战争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食物可以吃，所以他们的暑假作业找人可以吃的草。你看多么惨，就没有东西。那你草磨成粉了之后，加在饭里面，是不是量就比较多？但是他的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吃的不营养的食物，很多都没有办法活到很久啊。不少讲你看到当年来，当年呢，看到了很震撼之外，然后我们也会汲取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千万不可以再有一次战争。1945年8月，广岛老长期受到嘅全面性的破坏，白地嘅同时，建议大外国的日本投降。要加强停下二战大唔畏缩的战火，雖然到了下還有人爭論這兩時的決定，喺美國的爭議也係吹惡。不過一天冇人敢講，啲戰爭嘅恐怖度，輸苦嘅唔係白相。呢場按出產的悲劇，至少死嘅超過20萬人。原定是想要拆掉的歷史建築，也變做係世界非文化遺產。提醒大家唔好凊彩聽表達戰爭嘅罪惡、老恐怖。跟我先問妹妹好嗎？好啊，你問她，你知道嗎？妹妹，你還記不記得你第一次來的時候啊，有什麼感覺？你幾歲來的？我3歲的時候。3歲，哇！你現在幾歲？我現在9歲。那你還記得3歲的時候你來這邊啊，你有什麼感覺？我有覺得好可怕。你覺得好可怕，對不對？但是你又覺得哇，出來外面啊，跟爸爸媽媽又很幸福，對不對？是這種感覺哦。而且你今天又折了紙鶴，對啊，你今天折那麼多，好棒哦！這是你全部都你親手折的，你自己做的哦，好多。哇，有的是爸爸幫我，有的是爸爸幫你，弟弟有做，有的是我做的，有的是你做，你好棒 ，give me five，give me five。我之後當難得係講，你有沒有出聲音呢？你看佢3歲出來，又覺得很恐怖，你怎麼會這麼小？他們這麼小就帶他們來認識歷史。對啊，因為他們不是在台灣出生，是在日本出生，而且又在廣島。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環境的一個教育吧。生命的教育。生命的教育，因為人就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可是你就是要珍惜的每一天，然後好好的過，還有不可以做傷害別人的事情。結果就像那個貞子一樣，那個小女生，她過了10年之後，白血症才發病。對啊，很多事情就是你沒有辦法想象，說你這時候造成的災害，也許到之後過了10幾年、20年，還是一層陰影，也不一定。對，所以不要傷害別人。這是一個機會教育，所以就想說，既然自己就是嫁到這邊來，一定要帶他們來看原爆館。對，有時上，我們小的模擬哦，如果你自家喺日本人，你用辦看日團的歷史，因為你係後生人，要同爸爸媽媽講日團的歷史，不過可能嘅想法係冇共樣。当時の悲惨な戦争というのがもう今後二度と起こらないような平和の世の中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を私たちは。他覺得對於這個新的世代，對他們來說，像那樣子可憐的戰爭就不要再有第2次，而且也希望把這個訊息傳達給我們的下一代。可能係對做歷史欣賞嘅阿妹傳下來嘅。阿優米要當為留歷史文化容易生發，兩公婆用當文化嘅態度，搞定有腦留有心，向下認識自家大嘅保育者，感受別人嘅苦痛。
够老安尼智慧老温柔，伫声音的情感度当中，一滴一滴的散出去。听音乐大作，阿优米唔知做乜嘅，讲起通来以前3年最有代表性的名菜。哦，阿优米，给你甜食安好啊，批到海的米丝，有没有咸咸的味道？有，咸咸。你要说讲好嘛？其实我们这里产章鱼，章鱼知道吗？所以 taco 嘛。季节是从9月到2月左右。你唐沟最有名的是在哪里？你知道吗？明石。对啊，明石的章鱼其实都是我们这边过去的，用明石的产地来卖的话，价钱就会比较高。哦，原来啊，更低章鱼用蛮重嘛？章鱼怎么抓？我在电视上有看过，好像是用那个东西。用马盖啊，用两种哦，浮标的，懂用浮标用很像花瓶呢。对啊，用这个抓。用这个抓。哦，用两种还没懂好奇呢。对我天热的两位，看到司机法拉比伯的 taco 扛棒，所在地 taco 产业对3年有极重要的。当天唔非理事长讲，因为 taco 好弄空的，不少当地移民就利用其安尼特性。然后 taco 突破不用你海度的作业，一干做一面，多了下还维持用按你传统的方式来做。哇，等到嘞，啊，第几度呢？好可爱哦！哦，好大一种哦，G， 那我可以抓了吗？好黏哦，没见过这 Q 的过啊！哦，你太细夹住，好黏哦！对，你也会耶？一袋啊！おいしい，做的很色啊。还没想来吃。吃看看，怎么样？还有嚼劲哦。好新鲜。おいしい。Good。大家都大家。そうですか？怖い。要正经动词，然后说起来正经动车。一般来讲呢，这个韩国是小只的嘛，这个大只我以为它会黏住，某呢，因为给的 professional， 好，然后这个有海水的味道之外，它其实没有腥味，对，没有腥味，唔会出手。用板料 V 的 taco。还因为神种的反应它好，也还讲2位的水质来，然后成就了这么棒的 taco。それは昔からそういうタコが住みやすい場所で。それ今の以前这里就是一个蛮适合章鱼生长的环境。那现在呢，因为提倡地产地销嘛，把那个环境弄得更让章鱼喜欢。对，就比如说，对，更适合让它更能够产量更多。对。给每一下给你下伺候以後，我送到那邊去。これはどこに持っていくんですか？これ組合到那个农业协会，然后再分送出去。哦，我刚发现一件事哦，我发现一件事，这里有多爱章鱼呢，看一下。来看一下。哎，可以来。タコ。きれい。然后来吃到啊，我们可以发展这个变成耳环，还没吃到以后。就像阿优米讲的，现做现卖，本来想到做啲100人年前的日本，却用本土本意或者佛教法语来做支持本土生产食品的口号，就因为人老环境关系同称，上理上生。故所鼓励国民老珍惜本土物产的精神，发扬到日本，也注重节气时令的食用文化之中。难得礼拜2日，阿优米邀請你到屋下做客，分享一幕40年的幸福時光。之後當幸福做的來亞屋卡，有沒有很多人常常來你家做客啊？我們小朋友生日啊，或是那種。有什么庆祝活动的时候，我都叫他们来。还有时候我会做萝卜糕，做萝卜糕，台湾的点心。我做台湾的点心，我就会叫他们一起来吃，因为一次都做很多，我又吃不完。你喂他吃一个？哎呦，你用啥结婚几年嘞？我们结婚10年了。其实前几天才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但是忙到他都忘記了。你これ是何番人生呀？2004年から仕事の関係で。台湾新幹線を作る
彼女が2005年の我8月2005年的时候去台湾高铁的工程事务所上班，他是2004年来台湾，跟谁同事，所以刚好变同事，而且只有他没结婚呐。这就是标准的办公室恋情。因为一直都你再问他，你结婚以前、结婚以後，你的差別在哪裡？差別在哪裡？結婚する前は本当にわがままなお嬢様っていう感じで、家のこととかもやりそう。我真的是结婚之前呢，就像一个大小姐，因为我爸爸很宠我，所以他有时候他连苹果切，他还说要不要吃苹果，我说要，然后他就帮我切，就是这样子，我就是什么都不会做，一直到来日本念书之前，他都不让我进厨房。他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觉得就是一个很需要别人照顾的一个保护的女生。对，其实对很多现代的女生来讲，其实你算是早婚的。我真的。几咩黑嘛？25。对啊，这种事你一定为了爱情有不用放弃一些东西，譬如说，你之前念哪里？京都大学。对啊，然后因为有小孩嘛，所以就放弃，就念一半。那我爸爸妈妈也是很觉得可惜，所以他就是有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妈妈，他说。このスペシャルゲストはじゃんじゃん澤偉。はい、こんにちは。澤偉。はじめまして、私は澤偉です。青木の流れに身を任せ。他就是有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妈妈，他说我一定会让他完成学业，请你们放心。对，我的学业其实是中断，然后结婚，结了婚之后，我觉得女生就是这样，为母则强，真的是为母则强。日本也有这句话，我们叫做哈哈瓦自由系。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因为我觉得我在结婚之前，我没有办法想象说，我怎么可能可以为了小孩牺牲这么大。你从台湾过来，对客家庭来讲啦，吃到一定会比较传统。然后你看哦，你又先有小孩，然后你又要到这么远的地方，一开始有嘛该拉扯嘛，一定有哦。我觉得有个小孩对现在人来说，你要结婚真的是需要一个冲动。嘿哦，要不然我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恩典的话，可能我到现在还是流浪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他降临，所以就是因为他帮我选了一个好老公。说得真好，神明帮我选的啊。我哋两个啦，肯定用才互动，我知道当神奇系两国联姻，毕竟不同文化啦，教育都冇同咯。我看到教育都懂贴片，像我们看的元宝，对啊，譬如讲去元宝，譬如讲去长辈家，和出生人呢跟长辈一起互动。对按呢，以日本的文化来讲，而喺教育方式，佢有贴片的想法嘛。歴史の問題、政治の問題、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は非常にやっぱり難しい問題なので。毕竟国家不同，那我用我的想法去告诉我的小朋友，那他也是用他的想法去告诉小朋友。那到他们成人以前，你就把事实呈现给他，但是不要对这件事情做一些主观的批判，然后让他们长大以后自己可以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这样就是最好。我跟平常的人不一样，是不会想要去当义工，或是去老人院唱歌什么的嘛，自己以身作则啊。然后大家都会称赞我，那小朋友就会觉得哇，做这件事情好像很棒，小朋友会 follow 我，对不对？就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很棒的。然后他就觉得这种教育方式是很不一样，蛮正面，就真的，可是真的是不太一样了，因为通常我们对日本人来讲嘛，我看阿优咪太白白的哟，佢对下一代教育是当有自己的想法，出体老公的全力支持和尊重。後面留做好事嘅樂趣，帶嘅家庭留教育制度，看到大生意有自家表演神父，就地氣到結婚咧。平常時啊，生意呢全部都，譬如說在台灣的小孩都是看天師啦、大天通啦，還有書籍也拿出來，他們就會乖乖的。為什麼你會帶他們做這種活動？因為我們家不看電視。
真的假真的？的，已经3、4年没再看，所以是坏掉。像坏掉一样，因为几乎爸爸看球赛哦。但是那个已经要用电脑看了，所以一定不会再用了。哦，就让小朋友多参与这样的活动，对啊公益的活动，他们比较不会，上台不好意思或什么，要让他们觉得上台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身教比言教还重要。对啊，因为你一直叫他写作业，然后结果你自己就是躺在那边看电视，不觉得有点奇怪吗？对啊，你也要努力的做一件事情。跟吉利的吉利的去过安内发通有几多班？哦，他们已经去了10次以上。10次？对啊，比我还多，你好棒哦！那不如我们先来试一下，好不好？也可以啊你。看我吉他，谢谢你帮我准备吉他，这是我自己准备，双倍永远文，还有我自己的那个罗马拼音。那你挑一下你挑一下邓丽君的一首歌。邓丽君《但愿人长久》吧，因为我女儿也会唱。好，来。只会唱一点。明月几时有？哎呦，把酒问青天。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一度も人生それさえ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对，这个特别多。到咗禮拜2日，都會有無強嘅團體到老人院去拜訪了嘅老人家，希望打破無強嘅法通，幫老人家保有生活樂趣，來維持康健快樂嘅身心。阿偉咪講，大拜二來表演之前，都要弄聲音嘅準備差唔多1整年。故說話，禮拜我們特別準備幾條經典老歌嘅，希望透過音樂帶領老人家轉到後生嘅世界。このスペシャルゲストは。じゃんじゃん、澤偉と言います。はい、こんにちは。澤偉。はじめまして、私は澤偉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これうちの子2人です。ちょっと台湾のテレビにもはいってはじめまして。皆さん、私今日チャイナドレス着てるということで。テレサテの歌を連続でご用意いたしました。邓麗君。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好听哦。任せめられ一度の人生それさえだからお願いそばにおいでね今はあなたしか愛せない一番あこれ台湾でも大ブレイクすごい大ヒットでした。愛せない哎投げせろ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かわいい刚刚我们唱那么多歌它有特別氣氛歌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の中の一番気に入ったのはどれでしょうか覚えてますか時の流れゆったりとこうしたはいこう微笑みをしながら歌ってくださったらよかったです他觉得我们微笑然后唱歌非常自然的表情他觉得很棒いやあれでいいです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觉得很棒阿偉咪講雖然佢哋不抗議唔係啲台灣卻係啲北海道不過當地嘅老人家要當然分享佢哋嘅觀法本另外一種當見佢哋當到溫暖故所講佢哋留當地嘅老人家進入自家親切嘅不抗議老朋友咩後帶行卡到快樂咁佢哋看到聲音咧像太陽樣嘅太陽老熱情我想嚟對公婆對教育做嚟最好嘅示範
，Seiko，Give me five，Give me five，真的懂什么耶？哦，突然的压力。其实，在台湾能做这件事情的。应该说很多，但是带着小孩一起做的倒是不多。带着小孩，从他们3岁左右，我就开始，3岁，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然后就跟他们一起，比如说组了一个什么跳舞的团体啊，什么一起跳，跟菲律宾的朋友一起跳，组织了这个3元日中台友好会。哦，朱威良啊，对啊，就是带着一些小朋友一起去参加我们这附近的什么活动啊，对不对？祭典啊，在台上跳舞。还有人知道啊，你做在动会出去，因为摄影的吼，伊迄中日混血，对，伊流出像天使同样。我觉得你把他们放在这个位置上，一定有你特别的想法。对啊，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你看他2个语言都会，对不对？他2个语言从小就会了，所以我希望他这样看着我做国际交流的友好会嘛，就是你在日本，你就把台湾的很棒的东西传达给日本的人；你在台湾，你又可以把日本好的东西传达给台湾人，就当做2个国家的一间的桥梁这样子。按多年下来啊，其实同辛苦啊，你讲同日本那些嘛，都会顾家庭嘛，带小孩，然后你还要上班，你在这么多年的历程里面，或者是说在这过程里面，有没有你自己在心理上的转变？你看，毕竟到现在已经5年了，那我是觉得，因为我奶奶是受日本教育的，以前都听不懂她说的日文嘛。那如果她可以再久一点的话，我就可以用日文跟她讲好多的事情。不过她就是我国3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我每次我很累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的有时候会不想做，但是我每次来表演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笑容，我就会觉得，如果我奶奶还活着的话，她看到我做这件事情，她一定会非常高兴。我也要谢谢，因为对我来讲，有那一种补偿的心，因为我阿婆出台，对啊，我推想我以前阿婆对阿婆做的事情，没有做很多事，我觉得现在能够让这些长辈开心，对啊，好像也看到我奶奶开心，看到他们，因为如果我的奶奶也活着的话，也是跟他们一样大。谢谢。对啊，而且如果他可以再活更久一点，他就可以听我说日文说的这么好，他一定很高兴。听我唱歌。对啊，好棒哦！真的，谢谢。你喺我第一擺做下他鄉嘅里程，每第一擺你喺我老人家嘅野村，2日沉沉嘅感痛，我想我永遠都唔會停病嘅。無論係啲老人院嘅關心互通，亦係當地老人家嘅熱情招待，這種拜訪敦厚人情嘅3件事，咪幫我對人生有無窮嘅感觸。我想無論到了幾多歲，你還係當希望講本人聽。本人充實，本人了解。雖然我完全唔可以講日本話，不過啲我嘅歌聲度包含希望老人家快樂嘅心想。今日唱嘅特句歌詞，彈出來特則浮現，咪代表我對最愛阿婆最深嘅思念。望地下幾代新嘅期望來去，千言有萬語。雙雙有記記，望地下幾代新的期望來。